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KTCS 嘅頻道，我係成員阿高。今日係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，呢度係每週天氣。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近日香港天氣情況同埋長遠天氣變化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。我哋目標係3萬訂閱，歡迎追蹤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平台，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。我哋睇睇近日香港天氣情況啦。咁今日啦，我哋日間受到冷鋒抵達前嘅增溫影響啦。咁天氣係潮濕炎熱㗎，早晚能見度亦都比較低啦。日間普遍啦，最高氣温啦係達到28度或者以上嘅炎熱水平，部分地方最高氣温係去到30度或者以上㗎。而冷鋒呢，而家係正在啦，或者已經橫過咗香港㗎啦。預料咧偏北風係即將開始增強啦，唔排除部分地方啦，到時係會有雷暴同埋降雨㗎。咁預料啦個温度係會逐漸降低㗎啦。而未來幾日啦，預計受到東北季候風啦，會繼續影響香港啦。喺冷鋒抵達之後，咁呢並有一啲雨帶影響啦。我哋嘅温度係會繼續比較低㗎，當中啦濕度亦都比較高啦，因為有落雨嘅關係。咁預料屆時個體感温度啊，相對上咧都比較低㗎。而我哋亦都睇睇天文台特別天氣提示啦，一個冷鋒係正係橫過緊珠江口一帶，預計本港有幾陣驟雨啦，初時雨勢比較頻密，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㗎。受到之後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本港天氣係會顯著轉涼。聽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，新界再低幾度。隨後2-3日持續清涼，有一兩陣雨，市民就要留意天氣變化，注意保暖啦。咁而天文台對於未來幾日嘅天氣預測啦，都預料啊，下個禮拜日啦，即係嚟緊禮拜日啦，同埋禮拜一市區低温係達到15度㗎，有一兩陣雨啦，天氣比較差，多雲啦，日夜温差相對比較細啦，濕度亦都比較高㗎。而電腦預測方面啦，歐美電腦亦都預料啊，下週初啦，禮拜一嗰啲位置啦，市區最低氣温啊，可以去到非常清涼嘅水平㗎，並會出現比較多雲降雨嘅天氣。預計屆時實際低温啦，就要視乎香港受雨帶影響嘅程度啦。咁如果落多啲雨，雨比較頻密，落嘅時間比較長嘅話啦，我哋嘅温度啦就可能比預期低啲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方面啦就比較難準確預測㗎。咁大家就要注意保暖啦，準備適當嘅保暖衣物啦。我哋睇睇長遠天氣情況，預計下個禮拜初至中期啊開始啦，個東北季候風就會減弱㗎啦。同時乾燥嘅偏東氣流會開始逐漸影響香港，氣温到時會上升啦，濕度下降啦，日夜温差亦都會增加㗎。天文台就預測，隨住東北季候風逐漸緩和啦，同埋一股較乾燥嘅偏東氣流取代啦，下週中後期廣東地區天色係會好轉啦，氣温逐步回升，日間温暖。咁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啦，天文台預測啊，喺4月2號開始啦，我哋個氣温啦，最低氣温啦，就會升返到18度㗎啦。咁可以見到去到4月4號啦，天文台預測啊，個市區嘅低温已經會升返到20度㗎啦。咁到時啦，日夜温差都會增加啦，可以見到啊，日間嘅最高氣温啊都會去到26度左右㗎啦。而天色咧亦都會好轉啦，會多返時間有陽光㗎。咁最後啦，多謝大家收看啊！再次邀請大家加入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 啦，有關詳情亦都可以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查詢啦。而本頻道亦都會繼續改善讀音分析講解質素，並繼續密切留意香港天氣同埋全球低壓活動情況，適當時候就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嘅方式發布。咁訂閱我哋啦，並且開放通知啦，就可以掌握最新發布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